喺樓價高企之下，市民負擔唔起購買私樓，令到輪候公屋申請人突破10萬大關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，公屋需求增加對現屆政府係一大挑戰。我哋有2個輪候名單啦，一個就係嗰個一般輪候冊，另外一個呢就係嗰個計分制嘅名單。咁一般輪候冊嘅數字呢，喺9月尾呢已經係超過咗10萬大關，去到100400㗎啦。咁至於嗰個計分制，即係所謂非長者單身人士嘅申請嗰個名單呢，亦都係去到10萬嘅，咁即係加埋係超過咗20萬。咁所以呢個對現屆政府嚟講呢，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佢表示，政府正喺度研究長遠房屋策略，又會考慮點樣滿足年青人嘅住屋需求。但當局暫時無意重推置業貸款計劃。底下呢，我哋構思每一項措施呢，都希望能夠確保呢，就唔會呢係因此係過分地呢係推高咗個價格。所以較早前有啲人士主張，我哋應唔應該有啲首次置業嘅貸款呢？當時我都表明得好清楚，而喺立法會裏邊都有不同意見㗎。政府係唔會喺一個供應不足底下呢，係考慮一個置業貸款計劃，因為咁只會咧令到個樓價有多咗上升嘅嗰種嘅力量喺度。張炳良又表示，政府已經決定重新檢討原本撥作興建置安心項目嘅土地，但原則係只賣唔租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永山報導。